也既然啊，就是两个翁仔某吼，就是同心协力，伫咧中国甲这鸡鸡学转来，了就食出咱家己饮去方的台湾款这款的咖喱鱼。说落来，甚至讲，你有到欧美国家去表演，是虾米款的因缘，会当互恁去到外国去宣传咱台湾的咖喱鱼咧？出国表演哦，这是其实真侪表演团队啦，是表演人员正忙的一个所在。因为咱唔啦希望讲会当伫台湾遮表演尔，咱嘛希望讲会当出去国外吼，表演互外国人看，甚至啦会当趁这个机会嘛，当做一个文化的交流安尼啦。阮的出国呢是有那是为20几年前就开始有啊，一直到今摆啦，唔管是欧美国家啦，还是咱亚洲这边这个国家，目前呢，阮已经走过10几个国家咯，出国那将近要20遍，伫这个当中哦，因为自较早的时阵是拢大多数拢是我家出去，尾啊，阮太太牵我做伙出去，过来呢，囡仔大汉了，阮就带囡仔做伙出去，咱出去拢是表演啦，也是做一个文化交流，因为出去咱因为是属于鸟戏的所以讲呢，咱参加的拢会有一寡是鸟戏节，国际性的鸟戏节，咱会当看到非常无同款的表演。甚至来自呢无同款的国家，拢有因家己的特有的文化，咱若看到好的，咱就甲捡倒来，学习倒来安尼，因伫以后咱的表演内面，对无？咱出去嘛是互人看到讲，咱台湾的咖喱鸭表演方式是无同款的，尤其是咱的咖喱鱼的表演，伊是完全来靠基本功，伊是鸭仔无装机关的，因是拢爱靠着12斤头的基本功，甲伊操作，这个咖喱鸭会甲伊活起来。所以讲咱的咖喱鸭若交外国人，其实伊袂晓表演，伊完全担袂起来。但是因为咱知影捌看过因的鸭仔所以讲咱会知影讲，因为当时会设计一寡小机关。这咱嘛是会当学习的所在。对，其实去到迄个所在表演啊，我有一个上界定的问题，就是讲去到迄个所在，恁语言应该袂通吧？袂通，是咩啊？做互人看啊？这是有2种方式啦。第一种就是讲咱家己的文宣先做好势。就是讲呢，咱今仔日要去这个国家表演，咱个先甲咱的表演节目内容，咱演出团队的介绍，演出人员的介绍，拢先甲翻译都好势。伫这个节目内面，互观众伊还未看到咱的表演时阵，伊先看到咱的文宣，伊就知影了解讲咱的演出内容是啥货。因为翁仔，我感觉讲这种物件若出国去表演，话唔免讲伤济，主要是翁仔的动作。伊的活灵活现，活甲像个真人安尼，迄种动作咧吸引人来看，对。这肢体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，咱做一个动作稍微，伊就知影讲，看有咱这个表演的内容安尼就对啦。